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坚。节目一开始先看中联邮低监油的风波，这消息是公布检验结果，对4月到6月中联生产的这30批原油，除了确认无合格5批以外，是搁再增加2批，目前是7批无合格。那到底是啥物原因造成的？所来也交予独立的调查小组1礼拜内会完成调查。中联邮资本片比超标事件，石油署公布检验结果。根据统计，中联邮资伫4月到6月拢总生产30批原油，除了拄开始就确认无合格5批油品，甲1批因为外销无检体，其他24批完成检验。除了3批无出货油品拢符合规格，其他21批已经出货油品，佮分做224件检体，最后确认增加2批次无合格，就是7月16公告的批次，全数拢总有7批无合格。原油部分抽验是53件，其中4件检体不合格，均属批号313、115、0408及315、115、0413原油。终端产品部分抽验171件，不合格产品均使用上述2个批号的原油制。石油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独立调查小组，会二手专门检视制造甲品质管理流程。虽然背景事故原因甲责任归属，有计会伫1礼拜内完成调查。行政院也伫20早起讨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案，目前为伫10大修法重点，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特定食品业者自设实验室认证制度、实验室管理甲通报义务，参第三方检证机构调样甲通报机制。细节第23上高行政院讨论。我们也会参酌外界各方的意见，也会适度的引用这一次在因应食品问题当中已经在着手实施的处理的方式，将它适度的入法。到目前7批无合格品项已经退落回收有2771.2吨，其他有风险退落批次有5314.9吨。验过中联邮资因为劳保批次314115040油品加批次318115063无伫追溯系统申报，方裁罚600万。验过中联法院案表示318115063批核，申报截止日应该是8月70，无超过期限，无申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油的问题，在台中市长卢秀燕是宣布7月21甲22要召开网络的国事会议，嘛邀请全台湾各县市首长来参加。目前上新的消息是，行政院长是临时通知，这中央部会甲6都的首长，今日下晡4点要针对食安法的修法来开会，陈市长来主持。中联油品低监物本编比超标争议，引起政坛对食安法修法的攻防。立委20出动 LED 宣传车，就抓要照片台北市街路，批评中央一直查不出原因，搁一直闪责任，要求加速修法。食安修法，刻不容缓。食安修法。行政院导演台进前强调，会强化源头甲制停管理，搁异常情况的通报机制、三级品管制度，搁承诺要加强扫位治理。不过，南亚立委质疑管理强度不足，认为应该为法制面做起，建立源头拿查制度，采取零容忍、零投机的态度，包括甲预防性落来写入法律内，建立规范制度，搁爱设立异常状况立即通报通道，保障通报的员工，保护检举的人。强制标示主要原料的原产地，不能只写着台湾制造，让消费者完全不知道黄豆油料的来源来自哪一个国家，彻底防堵洗产地的疑虑。除了修法要求业者标示原料产地，那位嘛主张甲违规厂商的行政罚款为上悬2亿提高到上悬10亿。国民党团当加强修法，那赢真侪议员甲议员参选人19已经发起烧线绝食。20中昼，台中市长卢秀燕甲基隆市长谢国良等人嘛来探视关心。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我们很快就会宣布。第一个原则是尽快，那第二个呢？全台湾所有的县市长一起邀请哈，那所以呢，不分党派，不分蓝绿。台北市长蒋万安等蓝营顶首长针对725上开道，强调食安无分党派，招民众穿白衫站出来。7月25号，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关注食安、关注民生的议题。我们不谈选举，所以我们也不分蓝绿白，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彼此，关心我们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健康和食安。希望一起来呼吁我们中央政府对于食安快速的做出回应。毕竟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查出这些致癌油的问题。那这个是需要给执政党一些压力，让他快速的对于民意能够有所回应。面对有老日市面，南投县政府表示，会建议中央伫食安问题发现的第一时间，就要成立紧急应变中心，统一对外发布状况，莫阁互中央甲地方无同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是好天小热，高温普遍是32至35度。气象署是针对7个县市来发布高温资讯。台北市、中南部加花东唱歌可能会热到36度，东部就要注意火烧风。咱来看温度。今日西南风减弱，太平洋高压变强，水汽减少。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也会落小可雨。西北部地区、山区的地界过道要注意落雷公雨，嘛提醒观众朋友随时都要注意天气变化。咱讲到即马天气咧热，若是骑机车的等红灯是有够艰苦。台中市的市办缩短红灯的秒数，那针对这市区的4条主要干道，67个路口是缩短15秒至25秒红灯的时间。这专家表示讲，这缩短红灯的秒数甲时间，若免一直拍日，这交通也会较顺。热天日头赤炎炎，温度较袂着就30几度，真侪骑乌托邦的人挡袂牢。等红灯的时阵，有会啉饮料，有的是停伫火车边凉饮。不要因为夏季而气温高热而造成中暑或其他热危害的因素啊，当然是能够避免是最好。台中市第一遍伫咧休热的时阵举办红灯减秒，自7月20到8月28，每日8月到拜5早起9点到下昼4点，4条主要干道67个路口，每一个路口平均等红灯的时间减15到25秒。其实高雄伫咧5月底到8月，你是伫咧40几个超过200秒的市区青红灯的路口做调降。因为台北市是常态性实施，每年7月到8月休热离峰时段，全市扩大调整740个路口，平均缩短21秒。减秒措施互骑乌托邦加行路的人日头袂晒遐久。我们把它做一些秒数的略减，但是也不会影响到行人穿越的秒数，没有压缩太多。行人绿灯的时间都是依照设置规则，上面有定一个行人的最短绿灯时间。交通团体建议，若是效果好，会让延长试办的时间。加紧车流的顺宽效率，和车流会当维持正顺。市府讲会继续收集车流量甲相关资料，来做是毋是扩大办理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是甲环境部来合作，透过科技监测，若是室内超过35度，被启动社福机制来关怀毒气的老大人，而且要出全台湾头一张的针对气候保险的保险单来保护弱势。气候的变迁，全球不时出现极端高温，台湾也那同款。尤其台南地区常常出现全台最高温，毒气的长辈伫个室内，若无开电风，也是冷气降温，较会因为高温煞掉沙。就去超市遐坐一下啊，好小可降温一下呢，行呢，对因公司行过安尼。市府也结合环境部酷龄气候关怀行动，当室温达35度C。即启动电话与到府访视。为了防止侪伙人伫厝里掉沙，台南市政府甲环境部合作试办建置控高温地图平台，透过 AI 技术预测未来的室内温度，若室内温度达到35度以上，就启动社福关怀。针对5% 的人达到第3级的时候，例如说特别热的时候，就是36度，就升级加强关怀还有访视，所以这个是完全针对这个用科技找风险，用人力来送关怀。除了前阵将高风险对象，有保险公司推出全台头一张高温保险，7月开始伫台南试办，保费由银行基金会公益支出，以中介收入中者等人做保障对象，至少3万外人受惠。环境部嘛，甲视野扩大到都市内规划，互民众出外行有树黄的路，提供中者等族群较舒适的出外环境。我们希望说，一个县市都至少能够提出10条的遮阴路线。那这个遮阴路线上可能有公园，可能有学校，可能有停车场。
那串联起来就是一个所谓遮阴路径，这个是民众非常需要。针对都市内规划，环境部希望在年底前会当推出都市实在维护发展法，确立全国有同款的公共实在甲绿地养护的管理标准，确保公共实在设置甲养护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嘉义市出现今年头一个天狗节，是一个拄则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有去越南佚佗，回来就发烧头痛，去病院检查，确定去为着天狗节。再来是中国时报，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若以6都来比较，去年下半年空厝的比例是台南市10.92%上悬，因台北市是6.39%，是6都当中空厝的比例上低。最后是自由时报。台积电一个涉台的前副理涉嫌甲中国人交结，伫咧中国的香港开公司，误人去中国，佮偷摕上无21件国家的关键技术，检方起诉，求处7年的徒刑。继续来看台股，顶礼拜五大落2953点，落到季线以下。昨开盘冲起嚟，佮倒落，台积电是收伫2320块起30块，影联电甲国基也是落前方。影台股今日是小可起，开盘是42566点，台积电是来到2350块。美国四大指数收乌，韩国虽然因为顶礼拜五休市倒过一劫，也毋过拜一出现补盘，韩国收盘4.46%。美国因为国定假日海节日休市一日，台股伫经过顶礼拜五史上上大单日盘2953点了后，拜一手反弹，早盘捌起超过400点，中翻43000点，随即反乌，上下震动1117点，最后以42449点做收，盘221点。短线上而言的话，台股是处于一个去杠杆，那同一时间是寻找短线支撑的一个状态。过去交易过度拥挤的，包含像是记忆体、矽晶圆、成熟制程、被动元件等等的，那近期都是市场沙盘的一些重心。专家分析，若台股无法度守住42000点，指数可能调40000点走出制裁。那到7月底，美国四大分段服务供应商会当释出真好的财报，有希望加深 AI 概念股信心强度。加上台积电等大厂展望油源处理正常，对支持台股有帮助。伫类股部分，台积电拜一股价开关加悬，将场收伫2320块起30块。也毋过联电甲国际油源盘停，有专家示警，当资金集中伫股市，市场波动风险提升，当全面投股扩大杠杆操作，市场风险变悬。当指数高档震动，资金进出波动加重，一直到市场满足点出现，资金退离，指数都会开始修正。你如果没有卖，它可能价格会压得更低，到时候就真的是断头。在股票市场，我们尽量还是用我们自有的现金来买，比较没有这些疑虑。学者建议，当股市进行修正时，以更怪治疗的民众有断头的风险。加上今年就半年股市起伏上大，分析师有讲，第三季有缘可能怀盘整理，忽悠投资人心情操控投资水位。记者综合报道。2026城镇轮性演习8月开办，头一届要演练行动网络受到阻碍，全国14个县市要分2阶段来进行。国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要演练这手机网络测量降速，就是要考验国军指挥甲通信备关的能力，未来会搁扩大来办理。汉国演习搭配城镇轮性演习最近进行，整合民防、空防，提悬个人国防加在防的意识。今年城镇轮性演习配合汉光演习，会伫8月进行。第一遍加入行动网络小组演练，会影响手机上网30分钟。会考验我们国军的这个在这个模拟的这个情境想定之下，我们的这个直管通讯备援的能力。郭立雄讲，演练唔是甲网络规个切断，是甲4G、5G 网络的速度降到本来1%，固定网络未受影响。演练分2阶段，第一阶段8月初10下到2点半到3点，主要是中中岛混加中部7个县市；第二阶段8月13共时间，北北基桃德宜7个县市。行动网络速度规个降来，手机上网未顺，一部加社群服务无效，只敢会当敲电话加传简讯，维持灾害时阵核心的通讯需求。那也立委关心网络降速对民生金融的影响。对经济的损失，一般的估算是5亿到30亿。
这个金额当然不是很大，对国家来讲，我想，可是对很多人很不方便哦。跟你讲哦。所以刚刚我有提到几个部会应该都有做过一些评估，应该把时间也是往后延到这个2点半到3点了，就是说会有演练这个降速。你那只是配合股市而已啦。李阳立委讲，伫降速演练的时阵，若发生真正的危机，也要提防敌方会趁机会进行铺设地带攻击。他在我们做演练的时候，直接执行攻击，在执行攻击之后，来否认他们执行攻击，那就是为期行动。那这样子的为期行动，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中多次出现。相关的部会来做好这个有关治安的这个联防的一个机制啦。这边降速演练，南部甲东部县市并无参加。郭立强强调，这是第一遍验证，所落来照这边验证的情形 ，NCC 会阁做完整的规划，以后应该会扩大到其他的地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英国前达曼斯特市的市长工党的党魁伯南接任英国首相，这是英国最近10年第7个首相啊。伊嘛强调讲会来改革国家政治，嘛解决民生甲生活成本，也宣布一项为英国打造新经济10年计划。新就任的英国首相伯南7月20日先去北京汉宫见国王查尔斯3世，了后就去首相官舍当年20号发表就职演说，宣布会推出一项新的10年计划，来因应英国愈来愈悬的生活成本。We will make this moment a circuit breaker for Britain, bringing forward the biggest changes in the last 40 years. 伯南要协助英国打造新经济的10年计划，包括甲民众生活必需品，亲像水电、能源甲大众运输等等公共事业，重新纳入国家公权力的控制，推动英国搁再一届工业化，大大增加公共主体，解决民众无地大的问题，协助青年就业，也有权力放护家等等核心项目。Let's build a new national sense of unity, of common purpose and positivity. Let us make this the moment when Britain starts to believe again, the moment we bring back hope.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今年56岁的伯南是英国史上第59任首相，捌做过卫生大臣，也捌选过2届的工党党主席，也毋过拢选输。了后，伊就去地方做高档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伫地方基层有真好的名声。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补贴甲伦敦中央对抗，互伊有北方之王的名号。伯南就任头1日就公布包括财政、外交、卫生等等类个的人选，也毋过部分民众对新政府的期待并无悬。Depending on who you put in the cabinet, I just can't see that we're actu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fundamentals. And s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olve the critical problems of debt, growth, the economy, and so I don't have much hope. 除了内政的议题，伯南就任了后，安怎处理英美关系、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争等等，拢考验伊执政的能力。7月20日，伯南甲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表明维护英国甲友邦的安全，会是伊上重要的任务。而且讲到希望未来有机会会当甲川普小解 Manchester。另外，伯南对中国的态度也真实在。2018年以市长的身份访问中国，伊捌公开表示，英格兰北部会当参考中国的高铁网。伊也承认中国的基础设施，互伊印象真深。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 AI 产业快速发展，在大型的科技公司拢咧起这资料中心，所以引起这基层的反弹。全美国有42个州有人是发动联合抗争，反对起资料中心。这也是美国头一届针对 AI 基础建设的联合抗议行动。美国各地亚洲议会大楼外，真侪民众也停止资料中心扩张，保护社区顶漂移，抗议 AI 资料中心快速入来地方社区。发起行动的组织 Human First 表示，全美国迄天拢总42州142场抗议活动，箭头指向科技头人。这1年来大量兴建资料中心，批评开发的过程欠缺公开说明，嘛无得到居民的同意。Here in Georgia, $2.5 billion this year are going to go in tax subsidies to data centers. They're being built in communities where they harm the locals without their consent. To build AI without their consent, using their data,
which will be used to spy on them, take their jobs, and concentrate power in the hands of unaccountable Silicon Valley elites. 面采母公司 Meta 伫俄亥俄州兴建的大型资料中心工程，长积极伫兴建，附近甚至兴建专属供电设施。不过工程造成草真侪树啊、设备噪音，也佫有大量能源、水资源消磨，互社区不满持续清悬。道路边已经出现无爱资料中心的抗议标语。I'm not looking forward to no trees, a lot of noise, just anything that comes with a data center. 意见真侪款的美国反对兴建大型资料中心，是少数几个会当下过意识形态界线、集中民众的议题的其中一项。根据路透，亦破数6位民调，敢若14%的美国民众支持伫家己社区兴建 AI 资料中心，安怎兼顾科技投资、环境保护、甲居民权益，当成做美国地方政治的新焦点。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南韩的电商平台酷碰林村的物流中心，拜6回烧到即马是也未拍花，加载是无造成伤亡，不过就恐惊随时拢会放弃。详细导火原因是搁爱调查。规座物流中心和乌烟大火砍掉的，虽然有落雨，淹过火也是烧甲正美。林村酷碰第32物流中心18早起6点54分，6楼突然间导火，火正紧炭烧到7楼去哩。虽然有出动消防车、分推车甲无人机，淹过温度正悬，可能会崩来。 국가 소방 동원령을 유지하며 국가 차원의 총력 대응을 이어가고 있습니다. 화재가 발생한 물류센터는 3단 내 구조의 대형 창고로 다량의 가연물이 적재되어 고온의 농연으로 인해 내부 시야 확보와 대원 진입에 극심한 어려움에 있습니다. 이에 소방 당국은 지상과 공중을 연계한 입체적인 특수 진압 작전을 펼치고 있습니다. 火烧到即马已经超过2天，消防单位继续扩大警戒范围，边仔工厂店面拢疏散，附近的学校甲幼稚园也拢停课。 물류센터 관계자 121명은 화재 초기 모두 자력으로 대피하여 현재까지 민간인 인명 피해는 없는 것으로 확인되었습니다. 다만 소방당국은 혹시 모를 미확인 인원이 있을 가능성에 대비하여 화재 진압이 완료되는 대로 내부 인명 수색을 재차 실시할 예정입니다. 这座物流中心内面放真侪生活用品、纸箱啊、加塑胶包装材料，若火火愈烧愈大，也互所到内要清理甲调查加正困难。消防单位讲，即马上重要是赶紧把火拍花，结果来做火场的监视甲调查导火原因。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国际上大代志做过来看世界。 美国编剧工会进前针对派拉蒙天空之母甲华纳兄弟买落来，批评高占市场甲提告。加州法院裁决宣布暂停收购，详细原因并无公明。纽约曼哈顿一栋有联邦调查局甲移民海关执法局移民单位的大楼，昨向头放火，造成2个人受伤，详细案情搁爱调查。 印度一个社会运动人士为着要抗议大学考试作弊，发起绝食行动，叫人强制送医。伊的报警是指控政府是非法拘禁，大阵的民众是发动游行，化教部长爱落台，总理莫迪爱落台。当来看咱国内前协力厂的厂长詹文宏，甲南口发电厂的厂长朱文忠，是利用采购案共摕200几万。 一审是判这詹文宏7年，朱文忠是9年。另外一件，这中油炼制部前执行长齐汉，互指控讲摕超过2000万。那是搁再迫害这电子卡口，别人讲，检方是起诉建车判3年6个月。 因为贪污不被带回约谈，希望尽做台电协力厂的厂长詹文宏，加南口火力发电厂的厂长朱文忠，涉嫌利用采购案，伫林内甲厂商收乌西钱，案件20宣判。台北地院依照贪污的无违背职务收贿定罪，一审判詹文宏7年，朱文忠无违背职务寄予贿赂罪判9年，会当上诉。 征信的前主管他因为坦诚犯行且有具体事证，所以我们已经在2026年的4月都将他依规定来予以免职。至于这个朱姓主管因为他没有认罪，将他停职到目前。那他现在这个部分已经送到惩戒法院。詹文宏一审有罪是合议庭认为伊伫咧民国113年做台电的核能发电处长时阵，焚化炉加毒设备的采购案，各项特定业者得标，并且协助通过验收。不过伫咧侦讯时阵拢认罪。
罪，也主动讲出钱藏伫咧天棚，所以依法减刑。送钱乌西姓好的厂商一审判缓刑，不过北检追查怀疑伫咧7-8年前就公务员用采购案收钱，标出协力厂集体贪污的案件。今年6月，国再发动搜查，夺回5位官员侦办，曾木堂被第2遍约谈。伊本来是电子设备监控交保，尾也撤销，改做羁押禁见，案件也未终结。你为什么要逃跑啊？共反映采购案贪渎的，还有中油连接事业部前执行长齐汉，被指控收乌西钱超过2000万。伊当阵伫宣判进前，伊破坏电子卡条，走去台东的山区插5工，要走去海环进前，互检警抓到，即马起步逃走的部分，检方另案起诉。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齐汉因为贪污一审判25年，这回又搁涉及逃亡，搁再被求刑3年半。共同这回协助的齐汉的查某朋友，也搁有一个查某的朋友，涉犯偷藏连环等罪嫌，和交检分别求刑半年加2年6个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商局长徐尚义涉嫌乱报这公务餐会钱50万交保。不过，所传出讲最近伊要申请退休，也怀疑讲就是要避免刑期停职，死到就了无退休金。公府是表示讲会依法来办理。调查人员陪伫咧一边啊，行出去消防局。宜兰县的消防局长徐尚义6月因为消防局加入去参会协消无老实的备案，去检调带回去调查。上后检方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予以50万交保。本府消防局局长因生涯规划且已符合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自愿退休条件，依法申请退休。徐尚义最近因为人生的规划，而且符合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退休条件，依法提出退休，依照相关的法定程序来办理。也毋过外界就质疑这个案件就还未真早终结。徐尚义说大声提讲要来退休，就是为了避免若日后向起诉，就领袂到退休金。官府同意退休，并无妥当。若官府回应，对着徐尚义也个检察机关调查当中的案件调开考纪会来审议，查袂到退休抚恤法内底有白当予伊退休的规定。伫咧8位风台灾害应变中心会期了后，就无阁公开出现。官务会议大多数拢是由副局长代理出席。若是机关就认为局长来提出退休是个人的权益，毋过官府应该先思考，伫咧涉贪案了后，要安怎提振基层消防员的士气。那我们希望，我们县政府也要对我们的消防基层的弟兄们，也要为他们的士气，我们要稍微也做一些鼓励跟提振哦。根据检方的调查，徐尚义伫咧消防局协消无老实的案件，涉嫌伫咧办理公务参会协消的时阵，铺报经费，加领公款搬去买一寡酒，甚至是私底下来请人客。专案检方也搁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即马，这诈骗的手段是百款，这有的诈骗集团是利用便利商店寄物件，要限制你要寄啥物，结果就叫这民众来甲黄金寄互因来投资，目前尚无13个人去用骗去。大背景的就前，290岁的查甫人看到嫌犯一直哀叫，一直抵抗。刑警分几路，伫台北市甲新北市陆续查到诈欺车手，所领的包裹装有满满的黄金。新北市刑大调查，国内有诈欺集团，假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透过超商交汇编交付实体黄金买股，用的方法就是讲，会当以当日现价，并靠手续费将黄金顶值变现金投资，随后制作不实小品获利，互民众真相信。诈骗集团常利用超商交货变作为金流移转管道，于短短1个月内即查获50个诈骗包裹，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自今年3月到今，至少已经有13人报案，其中未少有过价锁定专业人士，不过无排除防骗的金数更较侪，总财损超过1亿。便利商店的很难去核对车手身份啊，也很难去确认啊货品的内容啊，所以诈骗集团的确会喜欢利用这种管道来指派车手去取货啊。点伫交汇编网页，虽然明确规定禁止运送现金股票甲黄金等物品，不过警方分析，超商并无有检查的制度，即马伫新北市更较早遐头一个以交汇编处理不法获利规避诈欺。物流业啊，在配合这边的部分啊，势必要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反制的作为。透过 Facebook 的管道出金，占金额的38%，
所以表示整个虚拟资产已经成为诈骗集团很高度依赖的洗钱的通路。当然的诈骗方法，爱设法防范之外，未少会诈骗查了钱，后手更加防以虚拟货币洗钱，比传统转销还是 ATM 出金速度更加紧，只需要6分钟外。公司部分安怎合作防治，正做真重要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等份消息来看，高雄国际机场讲昨咧巡跑道时有发现一大闭气，也因讲这高雄的跑道干那一条，航空站是关键性甲跑道封起来咧补，所害到这国际线甲国内线有6班的飞行机受到影响，有一班国际线慢超过2点钟。东兴区区开立机场跑道进行修补作业，原因是巡查人员20早起发现高雄国际机场跑道普遍出现闭损，可能安全问题。今日10点15分封闭跑道做有风险修复。航空站表示早起航班较少，也提前1点钟通知航空公司。开场前巡场时发现跑道铺面有裂痕，经现场评估状况后，为维护飞安，于10点15分至11点25分进行预防性紧急修补工程。高雄机场起港跑道只有1条，拄着紧急状况才当暂时封闭。虽然经济航班少的早起，修补作业由完造成高雄8早返家香港，也有奥克纳华飞高雄的4班国际航班，参高雄配合对8个国内航班各1班延误，有6航班受影响。降落也都蛮顺畅的，对。你们是几点降落？我们刚刚应该是1点，我看一下哦，1点多。高雄机场航班伫疫情了后增加，航空站表示，疫情了后会当讲当年拢有类似的状况。虽然跑道出现闭损原因要有待厘清，无排除可能是天气因素，也是较早起降造成损坏。专家表示，闭损可能影响飞行机的起降安全。因为飞机蛮重的，所以起飞降落如果有那些裂痕或那些凹凸不平的这些地面，都会让这个轮胎有不预期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原则上是尽量的进。机场大厅人来去，修补工作伫11点25分完成。航空站提醒有紧急也是临时状况，会向受影响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旅客出发之前会当向业者确认航班详细动态。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外送专法正式实施，规定外送平台需要替新进的外送人员安排教育训练。若是送的时间等受久，消费者会使取消订单有补偿。根据上新的定型客局有规定，未来订阅制若是期满未使搁自动订落去，都要经过消费者的同意，若无上当要罚30万。若是外送的时间等受久，会使取消订单。若是系统的问题，消费纠纷也未使叫消费者来担。讲到有旅行社甲饭店会去机场接人客，向机场公司表示讲，若是用徛牌仔甲行李伫咧大厅占柜，影响到旅客卡路，8月开始会处罚上悬要罚2万5。接机大厅旅客出口的机场仔，定定客真侪接机的人。逐摆若人伤侪，业者就会直接用接机的空板、行李箱，还是个人物品占位，碍着通行的路线，引发纠纷。旅客对此有无共的看法？如果是长期占位的话，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地方是公共的区域，不是他们私人的。那如果你只是短暂的，而不是说一直在那方站的话，那没有影响到就是民众的通行的话，其实对我们而言，我觉得就还好。行李箱是没看过，都有看到立牌站一排的人，就是站在这边，是真的是有看到。那会觉得动线会影响吗？还好啦，我个人是觉得还好。桃园机场旅运量今年顶半年超过2578万人次，偏去年同期成长9%。如果今年有希望破50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为着要维护旅客通行甲航廈的规矩，桃园机场公司表示已经发函提醒旅行社配合，后续会继续加强巡检。那一直囥袂听，8月份开始会以民航法开罚5000到25000块。所以他现在要开罚，你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啊，他们考量，我们当然是尽量配合，也希望说他们有地方让我们可以接，像国外的，不管是哪个国家，不是都有设一个接机区嘛？那不然来讲，怎样怎么接机？对不对？你如果说你不给人家摆，那你要有一个地方专门的区域给人家接。如果说呢，能够给一个比较专门的区域，那用统一规格的接机牌，应该也是一种好的方法。旅行社业者表示，接机人员拄着尖峰时刻，确实一位难求，所以3、5时会占位，建议设接机专区，彻底解决通行甲接机的乱象。记者综合报道。
中华会团通过振兴经济纾困金自治条例，一个人会当领6000。公所表示讲，这条钱算是公所税收省内人事费用等等，未影响到财政。另外，伫咧所在乡台电的生活福利金，要提悬到一个人领2500。公所人员无用咧点钱，甲6000块的礼金装入红包袋内底。中华关会团乡因应中东战争造成民生物资起价，进程是来通过稳定进行经济礼金自治条例。8月开始要发放乡内每一个人6000的礼金，大部分的民众拢真认同，认为地方财政有剩，都应该要有合理的运用。当然是开心啊，天上掉下来的钱谁不开心？政府发有税金，应该是有剩钱。你无就交转国库，安那发税税，这合理。会团乡公所表示，公所的各项税收加上省落来人事费用，财政稳定。扣掉这边普发礼金开掉2.6亿，乡库大约各有4亿。普发礼金未去影响公所运作。另外，所在乡逐年拢有来自台电促进电力发展的协助金回馈给乡民。今年公所特别加码，提悬到每一个人2500，嘛伫8月开始发放。那我们总共的人口数是15600多人哈，台电的补助的经费大概是1400万左右。那我们搞公所的自筹哈，大概是有2500万。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了哈。这上双薪有相关的，这是政府给我们的一个生活补助费嘛。我是觉得是这样，跟选举一点关系都没有啦。除了中华会团乡、线山乡、伫新竹、宜兰、苗栗等乡镇，嘛拢有普发现金的政策。因为今年底是选举年，嘛有出现这是政治操作的步数。不过会团公所甲线西公所拢表示，普发现金拢有相关的自治条例，也是法院依据，目的是希望减少不计起价对民众生活影响。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全台湾唯一一间的台语实验学校，高雄的八岭国小全台语的教学教达已经满1冬啊。有学生是表示讲，虽然讲无一定介搞讲，不过已经真惯势咧听台语啊。也老师是讲，望透过这日常的台语练习，甲囡仔做伙进步。你的脚头虎爱靠动着你的手地哦，准备3台开始。体育课老师用台语教学生嘛用台语应。这是高雄的八岭国小，是全国唯一的台语实验学校。自去年9月正式挂牌到今年要满1冬啊！对八岭国小来讲，台语唔那是一礼拜的一门课，更是教学的工具，让学生用台语来学数学、体育和音乐等等。台语大节目台湾新简介嘛，行卡到学校了解学生对台语沉浸式教学的反应。上体育课，敢会敢咱研究，会袂？袂。数学哦，用台语学，会听无袂？听有啊。学生表示，虽然无一定介绍讲，不过已经惯势在学校听台语。八岭国小的理念就是讲台语，理解文化，爱有行动嘛，注重多元。家长普遍上烦恼用台语上课，敢会对人袂着。校长强调，虽然台语是主要的沉浸式语言，不过教育部定的7大学习领域，主科目的课程拢无减。所以袂因为讲，咱的囡仔来学台语，其他主科啦，不管是国语、数学、社会、自然、英语。会来甲放少伊的时间拢无，阮有德国囡仔，也有日本囡仔，也有原住民的囡仔。因遮阮拢按照咱教育部的规定，一礼拜有一节本土语，这个本土语伊通家己选择。那第一线的老师是讲，虽然支持学校的理念，不过上大的阻碍是家己的心魔，惊台语讲袂认得。老师嘛透过日常练习，对囡仔做伙进步。一开始咧用台语上课的时阵，一定会足侪囡仔拢听无的嘛。安尼我就一句台语，个。一句国语，安尼做伙讲的时阵，囡仔就慢慢学，慢慢学，嘿，对。即摆我差不多用80%的台语来上课，囡仔是会使的。校方也表示，虽然八岭国小是台语实验学校，不过因袂强迫讲台语，也尊重学生的母语，台语强用是校内真史上的语言景观，嘛鼓励无同语言背景的学生互相尊重甲学习，希望培养学生的文化底子，嘛正做走向多元的世界公民。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议会大成设一个全台湾头一个台语复诊连线，新北市议会要设一个台语复兴议会联名。这有议员是表示讲，除了爱推动台语家庭，也希望讲有明确的台语政策。恢复台语意识，重建台语环境。新北市议会有真侪议员赞成成立台语复兴议员联名。
这是自台北市议会以后，全国第2个的议会成立台语连线的。台语复兴议员联盟的发起人黄淑君议员表示，目前新北市府干那靠家庭教育中心来推动文化部的台语家庭计划，不过要全面推动台语发展是真无够。议员表示，会鼓励市府各局处加入，让台语政策愈明确。家庭教育中心伊嘛是配合着咱文化部的台语家庭政策来做推动哦，所以伊并无法度更加去设立更加侪政策来，互咱的台湾台语会当日常来使用。比如讲，咱在坐公车的时阵，咱可能有一寡服务人口，咱会当来打工，咱会当用台语来服务哦。伫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应该有更加侪局处会当来加入，甲咱台语的政策会当明确化。台语团体希望联盟会当推动市府在学校实行课时语言，建立讲台语的自然环境，嘛要做语言会长，增加台语的公共服务。台语团体指出，根据2020年的内政部普查，新北市6月以上主要讲台语的人口占26%，是北部台语人口上集中的都会区之一。台语团体希望新北市议会成立的联盟，未来会当监督市府建立台语发展制度，嘛爱重建台语环境。爱有这个专职单位嘛，而且爱是下局处的，袂当干注重伫个文化甲教育。第2个就是希望会当建立这个甲台语的环境，搁甲重建起来，会转去到这个以前台语是这个社会共同语的这个环境。第3个当然是为教育做起。有参与联盟的陈乃如议员表示，针对建立台语教育体系的部分，去年在新北市议会已经有提案争取台语实验学校。嘛有议员表示，说来进一步争取要推动台语相关政策的预算，让台语发展的工作愈顺时，嘛让新北市会当开放台语环境。记者卢尚珠、郑俊佑新北报道。二战时期，日本军舰玉林丸伫咧台湾恒春出海口外海停船。日本政府7月20日进行日军的围掘调查。希望透过这 DNA 鉴定，协助确认日本兵仔身份，或者漂流伫咧外地半世纪的日本围掘有机会会当回去家属身躯边。深深一鞠躬了后，用土瓦吐图表示开学仪式正式起果。日本战没者遗骨收集推进协会20载起，伫屏东恒春半岛挖进出海口的2大所在展开遗骨调查，按算作业2礼拜。这嘛是日本自1975年来第2摆伫台湾开学。协调垦管处、台电核三厂和屏东县府一稳准通过，协会就赶紧作业。80年前に船が沈んで、たくさんの遺体がここに流れ着いたというのを見て、実際にその、遺体をダビに付して火葬して、埋めたと、その作業に参加した人からの証言をもとに、ここの場所を特定しました。おそらくこの2カ所の試掘だけで12時間終わってしまいますが、最後の 2,3 日は掘ったところを埋め戻す作業になります。因为巴蜀海峡第2战时期，未少日本军舰和运送的船仔，互美军拍沉去，预估超过10万名兵仔死去，其中日本军舰玉丁丸有5000人无命。日本的文书工作者这几年透过收集资料，访问恒春居民，调查遗体漂流、火化各大地点的证据。日本政府去年派人来勘查、确认资料，加上台日交流版，让这届开学的计划顺利展开。刚来台湾的时候，我一直找台籍日本兵，差不多3年。疫情的时候，我在这边找骨头，然后疫情完了之后，日本政府那边跟我联络了，想要那个落叶回根的，想要带回日本去。协会方面表示，遗骨的时间已经超过80年，保存状况真歹讲，规个作业有一定的难度。若过程中发现遗骨，经过判断是日本人，会带回日本进行 DNA 鉴定，希望协助确认身份，回归故乡。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西螺七坎武术文化云林县政府是按算要开始8000万起一座西螺七坎武术园区，按算117年的1月完工。不管师傅功夫真点，甲过去先民为着要开垦守护家园，常常学武术来防盗贼，其中以西螺七坎武术上出名。不过时代演变，学习武术的目的为保护家园，转变做强身健体，让真侪师傅要传承武术，煞无固定的地点。预计8月会来正式来开工，那工期是520间，契约金额在4亿8千多万哦。那我们大概预计在117医院会来正式来完工哈。已经存在的这些馆舍啊，包括了振兴社、勤习堂、吴野馆，还有凤山馆。
都会利用这个基地呢来培养更多的武术的人才。为着保存传承赤坎武术文化，云林县府找适合的场地，选伫咧西螺镇武树森林公园边啊，会起一个西螺赤坎武术园区。未来完工了后，会提供武术的展演、训练甲交流的空间，让武术文化会当继续发展。是一个研习、典藏、传承，一个武术教学，一个文化传承保留的一个地方，让我们西螺旗杆武术文教基金会有一个新的风貌，在起承转合当中，还有这个继往开来之下，能够继续延续下去。西螺赤坎武术文教基金会就表示，未来武术园区完工了后，会当做武术传承基地，嘛会当传承各派武艺，做一个全台湾有代表性的武术中心，让本土的武术文化会当代代相传。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国家歌剧院推出对《山海经》西王母神话所改编的怪美摇线段，内面咧讲自我认同的故事。导演表示讲，会结合布袋戏甲变装艺术，然后观众会当看得到这传统表演艺术的新模样，嘛希望会当推广多元的性别文化。怪歹言语放生，美恶性情成我形。变装风hiệu药神大表演配合布袋戏口白演出，这是台中国家歌剧院新推出的怪美摇线段，是结合布袋戏甲变装文化下界戏剧，故事为《山海经》王母娘娘神话改编的，在讲找找自我认同的过程。导演讲会甲布袋戏甲变装艺术结合做伙，那希望打造新的舞台体验，嘛唔让观众探进捌多元的性别文化。我想要把就是变装的表演艺术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其实他们可以做，只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去做一些跨界的尝试。那我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神话的文本，然后跟传统表演艺术布袋戏的结合。安那怪美摇线段的表演者之一 Rico 讲，演出上大的挑战是甲布袋戏红仔甲演出结合做伙，达成人我合一。上大的挑战是超学的，因为咱伫咧跳舞的时阵，若是伫咧对嘴时阵，拢受到家己赢。但是咱伫咧表演像这款的合作，阮来看红仔甲咱的结合安尼，所以咱来受较济。会使改变成是不只是咱台湾的文化，甲这款形式结合，推广出去世界国际。这是第一届全世界有这款的作品。台中国家歌剧院副总监表示，透过无同的表演形式，改变外界对布袋戏的想象，嘛互布袋戏有更加创新、甲多元的模样。怪美摇线段发生于8月初7开始，伫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透过下界合作，互主持人熟悉传统表演艺术，嘛看到布袋戏甲变装文化的新可能。记者郭金宏之讲台北报道。世界错落家今日来看驱魔，这是天主教的正式仪式。亚洲唯一的驱魔中心，今年伫咧菲律宾启用。要驱魔进前，都要带先做医学检查，确认讲毋是精神相关的疾病才会使做，就是避免讲人甲精神疾病误会做邪灵，煞去耽误着治疗。身负上警祈祷，真侪人做伙甲一直伫灵的查某人饲掉的。这是伫菲律宾马尼拉的圣米加利驱魔中心出现的场景。除了驱魔，这还负责培训的责任。Well, hopefully this center will help in training future exorcists, and it will be headquarters in order for the exorcists to gather and learn together, pray together, because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the same mindset. Because sadly, there are some priests who become exorcists who are not really properly trained, and they can commit mistakes. 中心伫运作的时阵正谨慎，来求助的爱先经过医学检查，确认毋是精神疾病了后，才会进行宗教仪式。其他个案是转介精神科还是心理咨商。医学界是讲，真侪所讲的附身其实是大脑破病。So most of the time, when they consider somebody who is possessed, or in Tagalog, nasapian, it's usually they would present with psychotic symptoms. So when we talk about psychotic symptoms, these are symptoms that the patient is not in touch with reality. So it can present with hallucinations, delusions, disorganized speech, disorganized behavior that we commonly see in psychiatric conditions such as schizophrenia, bipolar disorder. 专家更加烦恼，伫医疗资源欠缺的所在，民众拢会先求神，毋是求医。
The challenge that may happen is if they find exorcism more approachable rather than going to a psychiatrist or any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that can help. Well,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person is receiving delayed help. 都因为烦恼精神疾病，互人误认做恶灵附身。梵蒂冈2024年修订规范，驱魔前爱先完成心理评估，当信仰拄着医学驱魔，袂过敢若是驱着恶灵，搁较爱辨认眼前的人到底需要是祈祷还是治疗。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印尼的首都雅加达有一阵食头路人下班拢会烧着去美小吹跳绳啊、耍较早游戏来消头压力，咱做伙来看卖。传统囡仔咧伊的跳树呢，关渡来到园仔边是愈来愈歹跳。伊的人一个月薪水开跳过树林绳啊，家己嘛欢喜甲叫出来，其他的人嘛替伊拍扑啊加油。另外一款团体游戏阿米亚行路，大家有咧做伙耍位，非常趣味。便来到拜五下班了后，印尼雅加达的这个公园，将近1000名成年人做伙耍充满古早味的囡仔游戏。应用成年人未选择的方式来讨放伊的心情。Dan akhirnya kalau kita di sini kayak kesannya ya udah kita bisa jadi diri kita sendiri, di mana kita tidak perlu harus mikirin tentang pekerjaan. Ya udah kita have fun, kita hanya main dan untungnya itu mengeluarkan energi kita juga gitu. 参加的人唔免付钱，只需要准备水、甲穿轻松的衫来。有的人将这个佚佗的画面传起到社群，引起真侪人关注起赞，而且嘛希望会当加入。Karena kan kita sehari-hari tuh bergumul dengan sekolahan, anak-anak, rumah gitu. Begitu ketemu komunitas kayak gitu kayak refresh banget. 雅加达市区有超过4200万居民，是世界上上大的都市之一。因为城市愈来愈大，生活节奏愈来愈紧，严重塞车、空气污染，甲欠缺公共绿地，真侪上班族长期伫个高压的工作环境。Kalau dari awalnya juga aku sama kayak permasalahan Gen Z umumnya, ya stres kerjaan, burnout sama kehidupan gitu. 雅加达的心理学家拉蒂表示，游戏社群这款活动就亲像抗物质疗这同款，其实成年人嘛需要耍来讨放。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下晡补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5度，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东部地区26度至34度。大岛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